提醒民众，即马诈骗是百款。伫台中有一个富人人，伊伫咧网络顶识识一个查甫人，迄个人甲伊骗讲要送礼物互伊，毋过都要先纳运费10万块。即个富人人去邮局汇款，去互柜台人发现讲，这其实是诈骗。另外有一个老阿伯，伊接到电话，讲伊的雇主流出去，都要付现金来倒管理伊的财产。伊130万交去了后，感觉怪怪，是赶紧报案抓人。这位女性来到邮局，按算要汇10万块的现金，表示是要领包裹的运费。银行员发觉有问题，马上通报警方。你在哪边看到有这个讯息？礼品包的讯息在哪里？Facebook 吗？在哪边？在那个一定有的嘛。女性讲法真奇怪，警方继续甲伊问，并且看伊的手机对话记录，发现伊是用网络社群抖音。实在这位男性，逐工拢照起工甲伊关心，互伊感觉受人疼惜。了后对方表示要送礼物，毋该先付真贵的运费才会当寄出。加在有警方主动才不哄骗。对方声称要送一份爱的礼物，以表爱情忠诚度，但需代为支付新台币10万元运费。远景一看赖谈话内容，确认妇人被骗。另外，还有一位80岁阿公，也接到讲家己是宜兰营总人员的电话，表示资料漏写黄德用，再个转互记检警来通话，要求代管财产。这位阿公第一届交现金的时感觉奇怪，通报警方做回抓人。以刑案需代管财产为由，要求面交金钱。老翁先交付130万元之后，发现有异，立即向本分局报案。根据拍诈骗的数据统计，顶个月诈骗的案件受理数量达16000多件，水准是85亿4000多万。手法有网络买物件诈骗、假投资诈骗、投资骗钱，还有招亲骗钱等等。学者表示，犯罪手法真侪是会先得到信任，再个一步一步甲你拐入去诈骗的陷阱。他不是一开始就跟你谈钱，他首先会斜杠进入你的这个团体里面，接下来取得你的信任之后，才告诉你，奇怪，你怎么发现我这个日子过得非常好？因为我有一个成功的投资，接下来一步这个引导你进入。学者表示，这挂诈骗并不是一开始就讲得钱，不过诈骗集团用被害者雇主漏写，也是得到信任了后，就一步一步进行诈骗，提醒民众爱提高警觉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